呢度喂，好8點鐘呢度已經 full 晒啦，冇晒位啦。究竟邊個拍晒啲位咧？哇！今日啲水好清啊！早上好好天。係咯，又話落雨嘅。其實都凍凍地。warm up，warm up。我哋游第3條柱。OK， 3、2、1 go go go， 做嘢做嘢。點啊你？好似係高。喂，如果你要西程咧，我可以將我台放喺度，你打我。而家從頭嚟過，而家從頭嚟過。我哋呢度開始游去第1條柱，打斜游嘅。過咗條柱之後咧，就兜出去。第2條柱潛過條繩就游翻嚟呢度。OK， 100零米。即係咪即係叫佢喺外邊游咯？即係去到第2條翻條柱咋？條柱咁有條線噶嘛？條線咪打橫游咯，跟住就翻嚟咯。線嘅，佢嗰邊就唔使兜嗰邊。一定要兜過條柱，你先可以游得晒成個3個人。如果唔係你 short cut 㗎。你去比賽你都要兜啦，係咪？真係你做。比賽都要兜啦。有冇車？我都升堂。好似太快啦。你前日有開快㗎。冇把聲啊今日。Johnny， 今次你要試下游我哋嗰條線。你要游我哋嗰條線。我就咧，好明好興游緊，突然之間發我一個送上翻嚟，勾都勾唔到。有20秒啊！嗰度做咩事啊？嗰度 open water 緊，比賽緊喎。咩啊？Adino 啊，3個一組啊嘛。頭先話15個人嘅，3、5、1、15。8個人咋？魚蛋你點數啊而家？魚蛋數人嘅，即係幾多個位度13個人係咪？13個人。咁我沖涼先啦，拜拜。13個人喎，點除啊而家？嗱，我唔游，咁你哋咪4個。即係冇嘅，就係要有啲壓力先會進步噶嘛。喂，分清楚啊！第一棒上先，第一棒上先，第一棒啊 ！3、2、1 go！ 4、6係啦，啱啱好啦，呢6個人啦。我試把氣喎。我哋可以食花生啦而家。哇！撞啊撞啊！撞車啊！嗰邊個嚟啊？卡文波嚟嘅。喂，卡文做咩？卡文同你做。有嗰邊嘅卡文。卡文嘅策略就係打低人哋先。都係越南。上海啊？哦。冇兜過條柱。係咯，點解嘅？點解嘅？哦，加5秒，加5秒啊！兩個都要加5秒，冇兜過條柱。啊！佢哋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，就係冇兜條柱啊！所以咧，阿希同埋阿潘咧係需要加5秒嘅。喂，加5秒啊！我數，你兩個都要加5秒，因為佢兩個冇兜過條柱。睇嚟都唔叻，望下佢哋有冇嗰條。可能之後啲全部都唔。我諗應該有嘅，如果冇我就加佢哋5秒啦。好睇㗎啦，即係後邊。阿希上水啦，阿希上水。
呢個運動員冇兜過條柱，加5秒，加5秒啊！咩啊？掂咗手先，喂，你冇走啊！忍咗5秒5秒。呢個運動員冇兜過條柱，加5秒，加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出發。守規矩跟。你同學幾守規矩？我跟希常，我跟希常。眾目睽睽啊！我跟教練啊，兜嚟兜咗條柱啊！嗱，呢個全部都有兜柱啊，好乖啊佢哋。好彩我哋有人睇住啫。哇！魚蛋而家領先狀態。等埋佢先啦，等埋佢啦，等埋佢啦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直擊啊！直擊啊 ！Go go go！ 好嘅，好嘅，掂啊掂啊掂啊！ Might hate it if I say it.